今年嘅畢業展主題係嘰哩咕嚕。嘰哩咕嚕係一個擬聲詞，咁其實就係我哋創作藝術嘅時候會發出嘅一啲聲音。喺我哋創作藝術嘅過程之中，其實我哋會問自己好多問題啦，咁亦都會拎呢一個問題轉化為實體嘅藝術作品，希望同觀眾延續我哋嘅討論。今年其實有133位嘅畢業生啦，咁同學仔咧都會以自己嘅方式去詮釋咩叫做嘰哩咕嚕嘅。今次嘅畢業展都包含咗好多元化嘅藝術媒介啦，例如繪畫、雕塑、攝影、陶瓷、installation arts 同埋 mixed media arts 等等。我哋作品嘅面向咧，除咗會面向社會啦，我哋都會有一啲個人情感同埋對呢個校園嘅感覺嘅。我哋希望咧可以提供到一個平台啦，俾觀眾同埋藝術家有一個地方去互相啟發、思考同埋聆聽嘅。大家快啲嚟浸大啟德校園睇我哋嘅畢業展啦！